最近開始同身邊嘅人覺得格格不入，以前傾得埋嘅朋友，而家覺得好似冇乜嘢好講。你以為自己係變得孤僻，但其實未必啊。呢個可能係你喺度變強緊嘅一個徵兆嚟㗎。聽落去你就會明㗎啦。首先，你對於一啲廢話或者冇意義嘅對話嘅容忍度變得越嚟越低。以前你都會陪笑，但係你而家淨係會想走。唔係你變得冇禮貌，而係你開始尊重你自己嘅時間。你學識咗能量守恆定律，唔再容許其他人隨便去運用你嘅時間。跟住你可能會經歷好一段時間嘅孤獨期。心理學話，當一個人成長得太快，舊嘅圈子會捉唔住你，而新嘅圈子又仲未出現。呢一段真空期，正正就係留翻俾你自己一個聽清楚自己心底裏面嘅嗰把聲音。接住你可能會變得情緒有啲唔穩定，有時候可能你會喊，或者情緒起伏比較大。呢啲其實都係一個排毒嘅反應。你嘅心可能將你積壓咗好多年嘅一啲委屈或者情緒排出緊體外。記住，喊都唔係一件壞事嚟㗎。如果你都經歷緊上面呢啲嘅階段嘅話，記得 save 低呢條片，提醒自己其實你而家係開始變強緊㗎啦。